共博物院甲国立的公共资讯图书馆联手推出着艺术展，与人工智慧 AI 互动的装置，来体验着鬼怪的传统风俗。这把故宫收藏的国宝宋马林三观出巡图，也就是台湾俗称咱第礼拜三界公，用大型导演和民众欣赏未来的细节。未来我们希望更多故宫的好的展览能够到中部的国之图，让我们的读者不用往北或往南去看。有大家见证国主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同齐签 MOU， 共创艺术文化和数位平台，用民间鬼怪为主题推出多元的数位装置，展现传统宗教文化特色。我以及苦苦在宫中等待贵人来参访，那不如我们就出宫去吧，所以故宫有一个计划，就是故宫国宝出游去。在展览的活动举办到12月，邀请民众同齐来欣赏艺术和宗教价值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